到你咧真係見紅穿水、肚痛或者 BB 喐少咗，就要入院嘅時候咧，記得帶身份證同埋你嘅覆診卡。頭先我哋講過嘅入院嘅準備用品咧，你都可以帶埋嘅。你入咗院之後咧，其實助產士就會開始同你講解下個入院流程啦，聽下 BB 嘅胎心聲啦，睇下你嘅宮縮啦，以及咧就睇下你嗰個產程嘅進度嘅，可能會同你做個回音檢查咁樣。如果你未 ready 嘅話咧，即係宮頸未開夠啦，咁你可能會喺產前房嗰度候產啦。咁喺嗰陣時候咧，你可以做啲咩咧？譬如你可以多啲走動啦。我哋鼓勵有先生陪產啦，譬如可以喺走廊嗰度行下，保持嗰個直立式嘅姿勢啦，幫 BB 咧容易啲轉個位置，揾個位置出嚟，加快你嘅產程，以及咧有一個你熟悉嘅人陪伴你咧，其實你個人會冇咁緊張嘅，對自己嘅信心度增加咗。呢啲研究都講，都可以有助嘅產程，令到你可以容易啲順產嘅。到你真係生嘅時候就係宮頸開夠10度啦，咁我哋梗係希望你自己順產生啦，盡量咧都喺個過程入邊試下先用非藥物嘅止痛方法。如果你一早準備咗個生產計劃，入邊已經講定咗俾我哋聽，你中意譬如按摩、香薰、音樂或者中意走動、坐生產球等等嗰啲，你都可以早啲話俾院方聽，等助產士等等嘅醫護人員可以早啲幫你試下你中意嘅止痛方法。咁又或者你中意藥物類嘅止痛方法，譬如笑氣、打止痛針，又或者係呢一個無痛分娩咁樣。咁呢啲咧，你都可以話俾我哋聽。咁我哋鼓勵你多啲先用咗自然嘅止痛方法，因為咧你用得藥一定會有佢嘅副作用嘅。咁你用咗自然嘅止痛方法都唔夠嘅話，你就可以試下用啲藥物類嘅止痛方法咯。先生咧喺陪產嘅時候可以有啲咩角色呢？首先，你咧可能要自己食少少嘢先啦，因為如果你空肚去到可能會好緊張啦，個人就會好容易會唔舒服啦。第二咧就係你可以同下產房嘅助產士了解下喺產房入邊有啲乜嘢嘅規矩，或者有啲咩嘅可以幫助。另外咧就係好多時咧我哋都需要咧陪產嗰個能夠同我哋保持溝通，令到咧媽媽明白我哋其實係合作緊嘅。咁有時我哋講一啲指示，譬如叫佢要停啊，唔好閂住啊，等等嗰啲咧，媽媽未必聽得到嘅。咁先生或者陪產嗰個咧，就可以起到呢一個作用啦。另外，你又可以試下學下生產按摩啦，陪佢坐波啦，同佢講下一啲鼓勵嘅説話啦。呢一啲陪伴佢呼吸啊，等等嗰啲，你唔好少睇呢一啲嘅動作。你每一個嘅溫暖嘅支持，媽媽都能夠容易啲順產出嚟嘅。